你好，24 call 醫務中心，請問有咩幫到你？我想預約睇牙。冇問題。請問你之前有冇嚟過我哋診所睇牙？冇啊。唔該，留一留姓名同埋電話做返個登記啊。陳大文，電話係60188102。唔該晒，陳生。請問你想約幾點？我想約下個禮拜一朝早9點。收到啊，陳生，我幫你 check 下。OK， 下個禮拜一朝早9點有位，已經幫你預約好。請問仲有冇嘢可以幫到你啊？唔好，都係星期2好啲。收到啊，陳生，我再幫你 check 下。OK， 下個禮拜二朝早9點有位，已經幫你改好。請問仲有冇嘢可以幫到你啊？冇啦，拜拜。唔該晒，陳生，到時見，拜拜。當客戶收線之後，所有嘅預約資料會即時同步到系統嗰度，系統會自動為你保存錄音、文字對話記錄以及由 AI 生成嘅重點摘要。24 Call AI 亦都可以直接同你哋現有嘅預約系統無縫對接。一旦 AI 確認咗預約時間，佢就會自動喺系統度鎖定時段，完全唔需要人手再輸入資料。想了解更多關於24 Call AI 點幫到你，立即聯絡我哋預約視頻啦。